许薇老师，很开心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许薇老师呢要教大家到了客家人的家里面做客哟，也可以跟对方聊聊天，说哎呀小朋友读书的情形如何？我们先来学小朋友的小男孩，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弟弟。弟弟就是这个小男孩，弟弟这个发音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小女孩呢，我们会说妹妹。妹妹，所以弟弟、妹妹很简单。再来，如果是感觉像青少年、国中生、高中生的感觉的话呢，少年我们说塞呀来诶，塞呀来诶，塞这是小小的，塞呀来诶，那个来诶其实也就是客家话说儿子的意思，塞呀来诶，这是青少年。那如果是少女呢，我们说了塞呀妹诶，塞呀妹诶，很好记哦，塞呀妹诶，对，发音很正确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问说弟弟今年读几年级呀？你看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呢？跟我来哟。弟弟今年读一到年生呢。弟弟今年就是今年，读就是读书的读，读一斗就是多少啊？一斗年生，记得哦。客家话说年级呢，说的是年生，年生。所以如果是一年级叫做一年生，二年级呢二年生，三年级呢三年生，记得咯。再来，如果看起来好像那个小妹妹年纪比较大，好像小学要毕业的样子了，你就可以问她说：妹妹今年爱毕业没哈？妹妹今年爱就是要毕业，毕业就是毕业的意思，所以整句话再来一次哦。妹妹今年爱毕业没哈？后面那个哈就是一个问语的发音的意思了，会了吗？音课喜相逢。许薇老师要介绍一个客家俗话，很有意思哦，不过大家一听就懂它的意思，跟我念哦。山中无老虎，后为走太王，哈哈！山中就是山中，无就是没有，老虎就是老虎，老虎，后为就是猴子，后为走太王，我是大王，所以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做大王。英文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猫儿不在的时候，老鼠们就跑出来了。When the cat is away, the mice will play。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嘴巴借我背托你吗？求求你来，嘴巴张开来。弟弟，妹妹，很简单。say 啊来耶 ，say 啊妹耶。弟弟今年读一到年生呢。很好，一年生，二年生。妹妹今年爱毕业没哈？好棒。山中无老虎，后为走太王。When the cat is away, the mice will play。我是许薇老师，按字 say 哦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